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咱分手啦，阮爸爸妈妈也无同意咱做伙。你是咧讲啥物笑话？敢若你有爸爸妈妈，阮爸爸妈妈就无同意咱分手啊。我母2点钟落去做料理，敢若食10分钟，即马我搁爱甲所有的物件洗啊清气。转厝了后，我要做足侪我想要做的代志。回到家之后，外卖。怎么吃呢？哦，今天来吃外卖。今天吃什么外卖呢？这个咖喱白饭，咖喱白饭。那我们来暂停一下。那我们打开了啊，我们尝一下什么味道的啊？什么味道？来尝一下啊。还没吃呢啊，我们尝一下啊，尝一下。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这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刷订阅，就是看本每晚暗时点准时发布影片。刷！台湾的4大稳心歌手，第1，赤素翕相；第2，台湾的石虎；第3，台湾的梁启蛙了；第4，姜母鸭内面的姜。细汉的时阵受伤。